这油画、陶艺、摄影等精彩的作品，拢是新台 EMBA 校友所提供的。这届的艺术典展是新台 EMBA 校友总会第一届举办，为了让社会大众会使看到因无同的一面，所以邀集了侪校友将因创作的作品做伙提出来展览。同时，也有部分的作品会提出来义卖，要让这届的展览更加有意义。成大 EMBA 呢，在以前呢，给人家的形象其实都是以企业主、企业经营的概念。那其实每个学长呢，其实在他们自己专精的领域以外，还有各个他另外的一个，他们可以创作。找寻他们自己灵感的方式来抒压他们自己的，因为专精领域里面的工作的紧张。那我们今天就集合这些学长了，我们其实 EMBA 已经有10几届了，那邀请所有的学长一起共同参加，然后以这个公益活动呢，一起来把自己的作品捐出来，然后我们捐给一个慈善机构。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社会责任。那我想我们每一个 EMBA 的这个企业主呢，都有这个共同的体认，那也希望借由这次美的这个表现呢，传递给这个社会责任给所有的公众社会。这届义卖所得将会提供给新亚的连胜园社会福利基金会，总共54件的作品当中，也有侪书法大师的作品做伙展出。主办单位嘛将要伫6号举办茶会，嘛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使来到卫民街的长风艺文空间欣赏这个作品。如果有看到介意的作品，嘛会使买落来做伙做公益。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